我的10大懷舊香煙。響我成長嘅年代，好少人知道或者認同吸煙危害健康。嗰陣有好多大人食煙，煙仔廣告亦都特別多。呢集絕對無意鼓勵大家食煙，相反，我鼓勵大家唔好食，食緊嘅戒咗佢。講翻煙仔嘅牌子，其實對我哋呢代人嚟計，好可能會帶翻一啲回憶俾我哋噶。第10位，良友慈善家可伯，即係何英傑啦。佢嗰間英美煙草代理嘅良友 Good Companion 推廣做得唔錯噶，又膠袋又巴士又火柴盒又剩。響我少年嘅時候，60、70年代係幾 hit 嘅一隻大眾化煙仔。記得嗰陣經常幫我伯娘落樓下士多買良友，我仲記得係7毫子一包啊。第9位，孖寶，我到而家都唔明白 Marvels 點解會譯做孖寶呢？可能同當年賽馬嘅派彩有關啦。響60、70年代，孖寶係幾好賣㗎噃，廣告攻勢一浪接一浪，報紙頭版啦，仲要揾埋曾江露點做代言人，真係你係得嘅。第8位， Capsidon， 呢一個嚟自英國嘅老牌子，大老倌薛覺先響1948年嘅粵語片當中已經有提及到啦。邊頂煙仔啊？大Capsidon。當年荔園有廣告，報紙頭版又有，連片場嘅明星都幫佢賣廣告啊，有計。記得我細個老豆有一輪都係食 Capsidon 嘅噃。第7位，駱駝，我呢生人第一次知道駱駝係點樣嘅呢，就係因為呢一包煙啦。後嚟大啲，記得當年電視嘅駱駝煙廣告，有一個人行咗成里路就係要買包煙。I'd walk a mile for a camel。佢咁大煙癮，睇怕都好難戒得甩啦。又或者佢而家已經唔需要戒煙啦。第6位，好彩，好彩俾我嘅印象就係冇濾嘴啊！我知60年代嗰陣啊，我老豆都食過一輪噶。好彩嘅包裝好易認，白底大紅圈 Lucky Strike。最離譜嘅就係佢一個廣告竟然係揾一位醫生做代言人，真係難以想象啊！第5位，雲斯頓，因為做呢一集10大煙仔，我先至響網上面揾翻60年代響電視聽到嘅 Winston 廣告歌，帶翻咗一啲童年回憶俾我啊！ 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. Winston tastes good like a cigarette should. 雲斯頓當年送火柴、沙灘袋、電話簿，仲有啤牌，嗰陣我都有一副噶，不過一早唔見咗咯。第4位，摩利士，我哋細個嗰陣叫佢做摩下利士嘅 Philip Morris， 響60年代嘅時候都幾 hit 嘅噃。我好記得嗰個 Call Boy Johnny 成個酒店嘅 Bell Boy 咁款，響美國連 I Love Lucy 嘅路西波爾都幫摩利士賣廣告，咁佢有幾高江湖地位可想而知啦。摩利士後嚟轉 Packaging Design 嗰個廣告嘅畫工好懷舊，都相當引人入勝噃。第3位，箭牌，60、70年代箭牌有首廣告歌係咁唱嘅噃，箭牌濾嘴煙人人下級，箭牌濾嘴煙品質高貴，買箭牌。可惜響網上揾唔到呢隻歌啊！聽講1960年羅馬世運會已經有箭牌廣告，嗰陣啲人真係以為食煙仔可以強身健體，真係唔知好嬲定好笑啦。第2位，總督，一講起總督，一定會想起廣告鬼才詹叔嗰句由頭到尾都咁好味，真係神來之筆啦。後嚟又有想做就去做呢一句口號嘅爭拗，改為應做就去做就好好多啦。總督亦都令我想起總督杯球賽啊，印象中精工球隊好似成日都攞到總督杯冠軍嘅噃。在未公布第1位之前，有幾隻香煙係幾乎入到10大嘅噃。將軍，記得60年代尾粵語片演員余明同高魯泉幫個電台做 promo 直播，周街派將軍香煙，唔知有冇人記得呢？百萬金，食煙仔呀，百萬金啦！記得呢首廣告歌嘅人一定同我咁上下大啦。仲有百萬金有免費塑膠利是封派，嗰陣我都收藏咗1、2個噶。3個5呢隻英國煙，相信大家最難忘嘅就係佢嗰個黃色嘅鐵煙盒啊，我嚟放碎銀最啱噶啦。
我細個嗰陣用嚟放劍仔㗎，有冇玩過劍仔呢？第一位萬寶路，呢個係萬寶路嘅世界，美國銷量第一，世界銷量第一。呢一段電視廣告加埋盧國雄把聲，乜嘢回憶都翻晒嚟啦！萬寶路嘅廣告片從美學角度嚟睇，的確係好正㗎。此外，我感覺上萬寶路都係我成長嘅年代當中最多人吸食嘅煙仔。不過記住香港政府嘅忠告啊，唔好食煙，無論點都好，千祈唔好食煙。吸煙